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山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，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。你心事极其广大，你的怜悯不知断绝，满有恩典。我寻求你，仰望你的容颜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我抓住你应许，坚定依靠你，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山。我呼求你怜悯，我呼求你恩典，你同在不离开，圣灵扶持我，你是我拯救。是的，主啊，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？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？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，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，使我们重新站立。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，呼求你的恩典降临，呼求你的怜悯复辟。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，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。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，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我呼求你怜悯，耶稣，阮伫倒位找你？伫今日世间。耶稣，阮伫倒位找你？伫生活所在。看你身边的情兄弟，看你身边的情姊妹，看听的关系。来，对头过来。耶稣，阮伫倒位找你？伫今日世间。耶稣，阮伫倒位找你？伫生活所在。看你身边的情兄弟，看你身边的情姊妹，看听的关系。以上。咱三个闭目心，
准备今仔日的敬拜。咱要来开始敬拜之前，咱要来做一个祈祷。咱祈祷头先，咱要三甲来用一首歌出声和乐，出声吟诗，敬拜咱的主。出声吟诗来称赞主生命，也去相救，感谢主你的听。我主耶稣，但求你充满我，予我水顿欢呼乐无煞。来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乐敬拜你生命。首先来，咱先来读这段的经文吼，历代志下7章14节，咱三个来。我的主民若谦卑祈祷悔改，离开因的歹行为，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，赦免因的罪，互土地搁再生产。咱首先要来做感恩甲认罪的祈祷。咱的主是大权的主，伊是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伊创造万物。咱要搁一摆来称赞，要来敬拜咱的主，但是咱拢有所行所做，无一定拢合主的旨意的吼。咱就小心来到主的面前，来承认咱的罪，咱忏悔悔改，咱再来到天地面前。来三个来祈祷，我都敬拜，来做认罪祈祷。谢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大权的主，你听。主天父上帝，你是大权的主，感谢你，你听阮，为阮备办救恩，阮这无够格、无安全的人，会当借着你的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来甲主你三个亲近。主求你用圣神光照阮，阮知影阮家所做，什么所在无够格，也是无合主你的旨意的，要到主的面前来感谢阮家己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搁一届，通勇敢无惊吓，甲主的面前，甲主三角来滚我。我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接着，咱要来做医治甲讨办的祈祷。咱要将咱的心灵来交互主耶稣，求将咱的烦恼交托予伊。求主做咱灵魂的主，做咱思想的主，做咱意志、情感，还是咱身躯的主。咱通换手伫咱的胸口，也是伫咱身躯病痛的所在，求主来医治咱，互咱将所受过的伤，无得到影响咱甲主的亲密的关系。不要让我们的伤口变成我们生命的破口，求主亲自用液听来涂抹来医治，我们来做医治的祈祷。
性命献互阮，为阮来牺牲，就是为着要来医治阮，要来拯救阮。主这时，我要将阮家己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阮将阮灵魂、将阮的思想、将阮的感情、意志，拢交托主，求你来引带我，你是阮的主，也求你来医治阮心内所受伤的，也是阮辛苦病痛、身体欠安的，主拢求你来帮助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伫你的厅内面，为健康的心、心灵，我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煞接，咱要来为着今仔日的主日来做守望祈祷。咱要来为着牧者，为着党籍团队，甲一场礼拜，逐项参与伫服侍中间的同工来做守望祈祷。求主圣神赐落属天的开力、权柄，互所有的事工拢通啊归应归伫主，佮通啊利益伫人。咱今仔也要来为着其新的一年，伫咧圣神伫咧迄个灵修笔记的操练，帮主大大的祝福，而且圣神开咱的心怀，互咱听见主的声音。也要为着今年1月17甲19，才高中生要参加大学的学测或者的青年来祈祷，求主加添开力，互因通伫考试中有好的成绩。咱来为教会今仔日主日礼拜，也为着今仔新的一年的灵修笔记，也搁为着在要考试的学生，再来祈祷。上帝，我们为着今仔日的敬拜来献出阮的感恩，求你圣神伫阮中间引带阮今仔日的敬拜，也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即个新的一年所要推行的灵修笔记，帮助阮，互阮每一天拢有对主你来的智慧，对主来的快乐，互阮会当用主的陪伴来操练，甲主用主的话甲主拉亲近，开阮的心看，互阮会当听见主的声音，也要为着1月17甲19要参加大学学测的学生来向主恳求，求你帮助这学生伫因伫考试的时、甲准备的时，拢有真好的发挥，因伫个生命中间引带因，成做一世人的祝福甲帮助。我安尼祈祷，上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接着咱要用主祷文，大家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定成。伫地亲像伫天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互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试，就救阮脱离的害恶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一心要称赞上主，我活的目的拢要唱歌称赞我的上帝。咱做伙来吟圣诗72首。耶稣，阮伫倒位找你？请起立吟全首。看你身边的正兄弟，
看你身边的情姊妹，看听你关心，耶稣愿伫你身手中，将会望着你，看你老师所传导你，将会听着你，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你关心。耶稣愿伫领袖心中，将会临马你。耶稣愿伫教会大道，将会吹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你关心。耶稣愿伫耶稣心灵，将会望着你。耶稣愿伫建着工田，将会看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你关心。耶稣愿伫遥五灵魂，将会看着你。耶稣愿伫感受美貌，将会看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你关心。耶稣愿伫世界面貌，将会看着你。耶稣愿伫一切手作，将会看着你。看你身边的亲兄弟，看你身边的亲姊妹，看听你关心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的阿爸爸上帝，我们恩你唱歌学落你，因为你是何等伟大，你是灵敏有稳定的主。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我要靠无你，你的慈爱临到阮，你的公义实行伫即个土地。求你用你的话语时常教示阮，引带阮头前的道路，互阮手里所做的工，嘴里讲出来的话，拢是上帝所喜爱的。虽望阮有时会得罪上帝，得罪人，求主你毋通离开阮，求主时刻甲阮伫地，提醒阮爱敬拜。爱服侍，爱祈祷，爱困读圣经，每一工拢爱写灵修笔记。伊也会参与小组聚会、上装备课程，以及爱甘心乐意的奉献。我也爱按照耶稣的教导，甲上帝和好，甲上帝有亲密美好的关系。也爱谦卑疼人，凡事三宽容，用恩爱和平三结连。求主继续带领江南教会，照顾你的羊群，护正囝儿的心心灵拢得到造就。主稳定的记号伫每一个人的心上，互阮会当勇敢去传福音。真正诚做对内是基督的教会，对外是宣教的教会。主，你是全教会的头，求主带领咱们教会行往新的世代，跑走伫主你以爱愿跑走的道路。愿安尼较无虔诚的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求主你。
真济。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，启用文第27篇，诗篇113篇，启用文27篇，诗篇113篇。着称赞上主，上主的仆人啊，要称赞上主的名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对现在到永远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。上主统下万国，伊的阳光超越强冲，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相比？伊坐伫至悬的所在，下落来看天甲地，伊对尘埃提拔善车人，对粪扫对无生欠缺的人，互因甲贵族排做伙，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，伊袂互新的富人人有大家庭，诚做有真侪囝的老母来欢喜。这声要称赞上主。即时要请子弟团来献诗。
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申命记第6章第4到第9节。申命记第6章第4到第9节。以色列啊，着注意听，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，恁着专心、专情、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日命令恁遮的话，着记伫心内，嘛着温存教示恁的囝儿，无论伫厝里坐，伫路里行，倒地也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搁着拍伫手内做记号，拍伫头也提醒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着写伫城门。以上即是要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进入迦南地的锁匙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带领阮伫寒冷的天气中间，也享受阮有够也温暖的厝体，也有够也的食物甲衣服，互阮会当维持阮的身躯的臃肿。也感谢你，互阮会当徛起伫自由民主的台湾即个土地，也是遮个先人过去用伊的性命拍拼所留落来即个公义，也来有主你的话宣告书伫即个所在，也福音真旨的所在。主啊，我也恳求你继续使用阮，特别阮踮伫教会中间的每一位，我当来诚做信仰的见证人。互阮当来跑走信仰的路程，互阮伫所徛起的所在，伫桃园市、伫全台湾、伫世界各角落，拢会当为主来做光、做盐。阮伫主的面前，搁一摆献上阮的祈祷，特别也求你来照顾阮的身躯边四周围，身体也咱欠安，也是阮的中间年长的长辈，也保守因伫天气变化的中间，会当有臃肿的身躯，会当来见证上帝你的恩典。阮安尼献上阮的感恩祈祷，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1月11号1113个1。2026年拄开始只有11天，但是咱今年感觉比旧年搁较精彩啊！我毋知影咱有看即礼拜的新闻其实对顶礼拜，伫国际上，伫咱台湾的经济股市，实在是超越2025年。所以顶礼拜咧讲起讲，今年会当互咱期待的遮个事，我相信上帝要将咱旧年互咱的祝福，不管是咱的个人、教会、社会，甚至国家，今年要继续来享受互咱。总是咱就爱来钦调，就爱来掠调上帝互咱的祝福。特别咱嘛看见伫即个国际上，互人真无多想象的，无人会当料想得到的，即个委内瑞拉的总统，竟然去互美国人掠走，掠到伫美国去，来影响即个国家的政局。即个委内瑞拉，本来伫遐真侪台商，都做生意，结果呢，委内瑞拉贬值，因为因即马国家内面呈现一个动荡的时期，所以嘛真世界代志真歹去想象，因为今年才拄开始10天尔，今日是第11天。总是伫咱今年中间，上介好的礼物，就是咱会当通过咱逐天来昆塔上帝的话，听上帝对咱所讲的声，而且会当将咱家己所思想的，会当家用笔来写落来，写伫咱教会家己所用的即本的灵修的笔记，即本灵修的笔记会当加对咱今年，互咱家己上好的礼物。伫过去即个礼拜拜3的祈祷会，咱嘛有礼拜第1区的区长、分辖长老，嘛有来做见证。伫过去一年2025年，伊是对咱的周报来写即个灵修的笔记，然后安怎伫即一年的中间，伊学习甲成长，这嘛是伊过去食到70岁做基督徒遮久，然后做长老遮久，毋捌经历的操练，但是这是一种的把握，这是一种的欢喜。
所以真欢喜听到咱教会中间的兄姐，吼，佮有其他的同工，吼兄弟姊妹，吼，嘛会当通过安尼的操练来得到成长，吼，嘛所以嘛鼓励咱兄弟姊妹，吼，今年吼今仔日是1月初10啊，吼1月11号，吼，咱要有真久长今年的时间，吼，咱当好好来学习来操练。检测有的人讲我未含慢写字啊，吼，我袂晓，吼，但是咱会当吼照安尼的次序，吼，就是读圣经、听上帝话，然后呢，对这个圣经在中间，吼，选一节，吼，今日你感觉一节就好，吼，上帝要互你讲的话金句，吼，然后你搁甲想，今日上帝互我这个金句，安怎互我得到帮助？我会当安怎用伫我的生活中间，吼，叫做写感受。第四项就是今日事，伫今仔日我有啥物要紧的代志，吼，需要去完成，爱努力的，通过上帝话语的帮助，最后就是安怎今日必，吼，真做咱的祈祷，求信心帮助咱，互咱所想的，互咱所读的，会当真正伫咱的生活中间靠主来完成咯。今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《申命记》第6章第40到第90，是犹太人吼因这个信仰的生活中间，每一天拢爱读的。吼，咱知影犹太人吼，伊过年过节吼，拢有固定的吼，点时爱读这个以斯帖，吼，点时爱读这个路得记，吼，因拢有一年内底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。但是呢，圣经中间吼有一位的圣经是因每一天拢爱读的，吼，就是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吼，叫做《申命记》的第6章的40到50，吼，伫这个《申命记》40到90，这段的圣经呢叫做什么？吼，顶礼拜咱有分享，咱搁讲一解什么？什么的意思就是注意听，吼，恭敬来听，咱伫细汉的时阵，吼，拢安怎甲你的老爸老母沟通？吼，就是用听的，你会用写字无？吼，咱出世时阵袂晓写字，吼，咱即马拢用 Line， 吼，你甲你的囝咧联络时阵嘛是用 Line， 但是上帝创造咱是用看的，是用讲的，用听的，用听的，所以你甲你的爸母细汉时阵咧斗阵咧讲话时阵，爸母对你讲的话叫你的名，吼，迄个声。就是这个什么进入伫你的耳孔内底，所以你会听你的老爸，听你的老母，吼，你会感受到爸母对你的听，毋是因为你看目睭，还是讲你甲数老母的耳，是因为你听到老爸老母的声，迄个声进入咱的头壳内面，然后转做一个意念，也转做一个感情，嘛转做一个咱的生命的活力，互咱变做甲爸母结连做伙。同款的意思，上帝伊对咱讲话，也是要亲像爸母对咱讲话同款。咱爱要入捌上帝进前，咱亲像一个正年4年的婴仔同款。这个婴仔吼，就是也毋捌字，也毋捌代志，但是上帝通过伊对咱所讲的话，这个什么，互咱知影，咱伊听咱，伊是唯一独一的上帝。所以我邀请咱大家用和合本，咱来读《申命记》6章40到50，什么中间的这段圣经节来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。好，顶礼拜牧师嘛有分享，牧师呢阿嬷99岁毋捌字，伊虽然有学即个白话字，会晓看白话字的圣经，但是伊到年老的时阵，伊的记忆，真侪拢是伊细汉一世人所听到、所留落来遮个代志，会当记伫伊的脑的中间非常非常的久。同款咱做一个细囝婴儿的时阵，咱嘛是对咱所听到，所以咱逐礼拜来教会听讲道，也是看讲道。听讲道，咱伫遮来听，毋是听牧师讲尔，是听上帝对咱所讲的。总是感谢主，咱的教会中集，同工，逐工早起轮流读圣经，互咱来听，甲咱来分享，就是互咱会当来听见上帝的话。拄则翠林长老咧带咱祈祷，你是看伊咧祈祷，还是听伊咧祈祷？听。所以咱咧祈祷的时阵，目睭闭，就是要用咱的耳孔来听这个什么。
寻嘛，即段的圣经，申命记10章，然后11章佫讲第2届，民数记的15章，嘛有写一摆。即3位拢叫做是寻嘛，这就是甲以色列人讲，每一天爱读2届，至3摆，就是爱注意听。所以咱有一首歌叫做《亲亲听》，捌听过无？亲亲听，我要轻轻听，听。我要阿耳空打主的声，阿耳空来安怎听主的声？拄则咱唱的这首信诗72首，耶稣，阮伫倒位在找你。后壁的副歌英语讲 ：Look at your brothers beside you, look at your sister beside you。看你身躯边的兄弟，看你身躯边的姊妹。然后有3个动作：看、听咧。关心，就是 look、listen、care， 就是咱爱去，毋是只有看到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，然后爱去 listen， 爱去听伊心内底的心声，然后就爱付出咱的行动，就是去 care， 爱甲伊关心啊。今日要分享的通过这段神嘛，申命记10章，犹太人逐工至少爱读2摆至3摆这段的经节。互咱看起这甲一把锁匙，这个锁匙是咱顶礼拜所讲的，听上帝的核心，就是这4个动词，就是听行活路。咱讲一解，听行活路，听上帝话爱遵行，安尼咱会当活出上帝所以爱生命，最后就当入迄个迦南地，听行活路。所以咱通过听上帝神嘛，犹太人因逐工看圣经，毋是只有看，因爱阁念出即个声，念出来了后，听上帝话，即个神嘛，希伯来文是对正边读到倒边，神嘛，即个神嘛意思就是爱注意，爱 listen， 爱 pay attention， 就是爱斟酌听，按耳孔，亲像上帝按耳孔来听咱的声。所以伫即个经言20章讲，会当神嘛的耳孔，咱会当听，这个是上帝甲咱所做的，能听的耳是上主所造的。所以咱会当听上帝的声，是因为上帝互咱来有即个耳孔啊。咱兜厝内底有饲狗啊，还是有饲猫啊，还是有饲鸟鼠啊、饲鸟啊，不管饲啥物款的动物，因有耳孔无？但是因耳孔，你若读圣经互伊听，伊会感动无？为什么伊袂感动？因为你袂晓讲狗仔话，你袂晓讲猫仔的话，但是你会当讲猫仔的话、狗仔的话，你甲圣经翻做猫仔、狗仔听有话，伊敢会感动？嘛袂，因为伊内面无一个神，无迄个灵啊，无迄个敬拜上帝的灵，只有人有即个耳孔。搁有咱的内面有即个灵，即个 spirit， 互咱会当去听见上帝的声。所以即个雅各带4个某，4个某生12个后生啊。其中伊的大某呢，看到伊即个妹妹的即个查某囡仔嘛咧生囝的时阵，就开始咧比赛。所以伊最后搁生第5个囝的时阵，叫做西面西面。英语叫做 Simon， 这个 Simon 呢，意思就是听，就讲主什么我的师从，就是伊的翁雅各，去听别个某，无听我，即摆互我阁得到即个囝，主听见我的师从，所以 Simon 就是什么，就是即个字来。主啊，诗篇诗人嘛讲，主啊，求你什么我的呼求。用恩典款待我，应允我。所以当咱需要上帝的帮助时，咱就是爱用这个神嘛。出埃及记的中间，主讲这个子民若是完全的神嘛我，完全的听我，因就要伫万民的中间做我宝贝的子民。所以咱有遮济兄弟姊妹，倒一个是上帝看做宝贝。出埃及记，伫出埃及记的19章第50讲，是伫万百姓的中间，什么专心
注意来听上帝的话。所以包括咱咧写即个灵修的笔记，毋是只有写那定，你要写的进前，就要先安怎？想嘛，爱先听。你要听上帝进前，嘛是爱听上帝的声。所以等咱听到上帝的声了后，有三支的锁匙。这三支的锁匙叫做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咱讲一解，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这三支的锁匙就是要来拍开将来咱要去到迄个老年甲密的地的锁匙，就是要将迦南的这个门来拍开，就是要通过咱所听到的，然后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听咱的主上帝。倒是头一支锁匙叫做尽心的锁匙，尽心的锁匙，这个心，伫希伯来文叫做 levav， 咱来讲一解。levav 这个字的意思呢，是代表咱的意志，也是代表咱的情感，伊毋是讲咱的这粒心脏啊，毋是讲咱的心脏，伊是讲一个人伊的心思的意念，嘛代表一个人伊心内底的感情，感情。所以包括咱的喜怒哀乐，还有咱的头壳内底咧转细咧想的。就是拢是这字，叫做 levav， 毋是讲咱的心会跳，迄个心脏，伊是讲包括咱的思想、咱的情感，还有咱伫即个情感的中间，咱去想了后做出来的选择，然后咱的身躯开始震动，开始去行，这就是咱的 levav。所以咱的尽心的锁匙，就是你要安怎来听上帝。就是你爱将上帝话听到了后，然后送入你人的头壳内底去思想，所以咱会才会写感受、感受。这个感受就是我听到上帝的话，互我有啥物款的想法，互我看有啥物款的意念，互我看有啥物款的感动，成做我的情绪，成做我的情感，然后这就是我的感受。所以咱要操练这个灵修笔记，就是互咱会当尽心 levav 来听咱的上帝。总是咱若看圣经真可惜，上帝互咱有会听的耳孔，然后佫互咱有头脑，互到咱有这个情感 levav。但是呢，到尾啊，上帝用一个字来形容迄个时代信仰的人，伊的心呢变做毋是 levav。变做是石头啊心，实心，就是因为心安怎定确确，就是上帝话讲起嚟，敢咧对石头咧讲话共款，无回应，袂叮当。上帝安怎讲，拢叫袂行。这亲像咧讲咱厝内底的囝共款，你甲伊讲，叫伊做啥物，讲袂叮当的时阵，迄就变做石头的心嘛。咱要尽心听咱的上帝，先知耶利米，上帝预言讲，伊要赏赐咱一个新的心，无过是石头的心。咱旧年读这个以西结，以西结嘛讲，伊要互咱心，变做是一个新的心，写面是写伫石板的顶悬，是要写伫心板上，心会成做一个笔记共款，写伫咱的心肝头。这是因为上帝伊要互咱变做是肉心，这个肉心就是 levav， 就是上帝讲的话，你有回应，会听有反应，这就是肉心，就是肉心。所以咱要伫进入迦南地，头一个就是咱的心，爱会晓去回应上帝的话。若是咱对上帝的话无感触、无感动、无感想、无感想，拢无遮个领受的时阵，安尼咱的心已经变做是石头啊做的心，定确确袂当来回应。所以上帝讲，咱爱尽心。第二项就是安怎尽心听主咱的上帝。所以第二支锁匙就是尽心。尽心，这个心，这个字的意思伫原文叫做 nefesh。咱来讲一解 nefesh。这个字呢，有诶甲翻做
soul， 吼，咱若读英语的圣经会翻做是咱的灵魂 soul。但是呢，伊的原文的意思，吼，毋是只有灵魂的意思，吼，这几个字用伫真侪的所在，有时阵表示是咱的身躯，有时阵佫表示是咱的性命。但是会当讲的 nefesh， 吼 nefesh， 吼，咱即摆英语，吼，咱的身体叫做 flesh， 吼 flesh， 咱的肉体活，吼，是表示讲咱是活跳跳的。所以这个真神，吼，真神，吼，伊的意思是讲是活的，是一个肉体肉身，吼，咱的肉体是会喘气的，吼，所以 nefesh， 吼 nefesh， 吼，这个字呢，吼，是有代表，就是咱是活的，意思就是讲咱听，吼，什么上帝的话。然后呢，建立咱的心，吼 ，develop， 然后能够就通过咱的身躯，将上帝话表达出来，吼，所以是今日事，吼，咱将咱的上帝和咱的感受写落来了后，咱今日要来做什么款的代志，咱今日有设什么款的目标，这就是代表讲咱今日要安怎样来活，吼，就是 nefesh， 吼 nefesh。所以 nefesh， 吼，这个字呢，吼，伫圣经的中间，吼，用真济啊，吼，用真济，吼，这个字呢，有时阵就是会当甚至讲，就是我家己啊，我自己，我就是我，吼，上帝讲我就是我 ，I am who I am， 就是我是迄个being的，我是迄个存在，我就是迄个活的，我就是这个存在，我就是迄个想事喘气有活命的。咱逐工吼拢真需要手机，请问吼，咱逐工在使用的这个手机是死的还是活的？咱的手机是活的还是死的？你若甲充电吼，伊就会活起来；伊若无电呢，吼，伊就拗子啊，吼就死去啊。手机吼，伊需要有电，吼有送电，吼伊佫需要有信号，吼爱有网络。吼，然后开始佫有这软体的，吼，这手机真无用，吼，会当做足侪代志，比人佫较厉害。即摆 AI 嘛是共款，即个 AI 吼，会当做足侪的代志，吼，完事以后，咱即个爱餐，吼，过几年以后，你去楼骹领即个爱餐，吼，毋是当工在分爱餐互你，是 AI 机器人伫遐咧砍菜，吼，甲你拍便当，完事嘛有可能。嘛有可能即个徛伫遮梳理，吼，咱的长老毋要来梳理 ，AI 机器人甲咱梳理，徛伫遮咧讲道的 AI 机器人甲咱咧讲道，吼，但是呢，伊最后若是无电、无网络、无信号，伊犹原是一个 materiality， 吼，是一个活的，伊毋是一个 nefesh。只有啥物是 nefesh？ 只有人。是即个 nefesh， 只有人每一个活跳跳的人，拢有即个上界宝贝，就是上帝互咱的喘气，上帝互咱的呼吸，上帝互咱的性命。这是更较好的手机，更较赞的 AI， 更较用的即个机器所无法度做会出来，因为这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所以，请甲你隔壁的兄弟讲。你的内面有真宝贝的 nefesh， 你的内面有真宝贝的 nefesh， 然后对你家己吼，对家己来讲，我是一个真宝贵的 nefesh， 我是一个真宝贵的 nefesh， 因为有咱有这个 nefesh， 所以等咱什么听到上帝话以后，咱知影，咱会去回应，咱会去甲伊行出来，咱会当去甲伊活出来。这叫做真心听主你的上帝，用你的性命，全部的性命来回应主的话啊！好，咱过去一礼拜有3场的个别礼拜，好，3场的个别礼拜中间，每一场的个别礼拜，好，遮个兄弟拢有因的故事，拢有因真精彩。这个上帝甲因中间吼所写的这个故事见证，上界要紧的，就是因去听到上帝的话，然后因爱做一个选择，
这个选择就是然后因的性命要安怎来行，要安怎来做。我相信嘛，毋是只有这3位的兄弟，是咱最咱在座的兄弟姊妹，包括咱的父母、咱的前辈，咱遮信仰的前辈，因安怎样来信嘛？听上帝话了后，尽心尽性，最后第3就是尽力来听主咱的上帝。第3支锁匙，就是爱尽力听主咱的上帝。尽力，就是用你全部的力量。力这个力呢，其实伊是咱的力量，伫咱中文是名词，但是伫希伯来文，叫做 meod， 咱来讲一解 meod， 赶快希伯来文是爱从右边读到左边啦。meod， 这个力呢，其实毋是名词，这个力呢，伊是一个副词，伊是咧形容一个代志，非常，就是高级，所以 very super， 咱会晓用的这种的副词，所以当形容讲咱的欢喜，就是 meod 欢喜，也是这个代志足用的 meod 的用。这个世界介好的，上帝创造世界6天，讲这个世界介好，就是 meod 讲2解，这个世界有够赞的赞，上帝咧想起啦 meod 想起，所以迄个 meod 就是第3支的锁匙，就是意思讲，等咱听到上帝话、上帝声，真做咱的心思意念，做出选择，咱用咱的性命来活的时阵，你还要加上一个 meod， 就是你要出力。伫启示录，老底嘉教会，上帝对这个7间的教会老底嘉讲，这个教会安怎无烧无忍，伊就是欠这味，没有 meod。伫上帝来看做礼拜有奉献，有唱信息，有祈祷，有写笔记，有拢有做，但是呢，安尼就是能捞则捞，能混则混，就是无用心，无尽力，无迄个 meod， 无尽出力。所以上帝讲，这种的信用，还是这种的教会，启示录讲，我巴不得从我的口中吐出去。上帝甘落去，无滋无味，废掉，要甲呸出去啊！伫教会中间，咱若无即个 meod， 咱咧做礼拜唱歌，若无即个 meod， 咱咧敬拜上帝，咱无即个 meod， 咱伫上帝的眼中，上帝的即个喙内面，真做一个无滋无味啊！meod 即个字，就是真要紧的锁匙。咱要进入迦南地，约翰福音嘛讲，咱要进入天国的门，是窄门。然后你就要尽力，猛烈才能够进入。你就是要出力，才会当入去啊。咱若无出力，想讲咱轻轻松松，游山玩水，然后好像在看灯会，安尼散步，就当散步到天底去，安尼毋是meod，迄是要跑走，尽咱的性命来跑走这条信仰的道路，才是meod。meod 这个字呢，到伫新约的时阵呢，叫做 dunamis，dunamis， 这个字呢，翻做是能力、力量、溃力，就是变做是罗马书第1章16节讲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就是这个 dunamis。福音是爱出力的。福音是爱尽力的，所以咱的信仰是甲福音的结连。你安怎来传福音？你安怎互人相信？就是你用你的 meod，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非常的好 ，meod， 上帝安怎用心用尽力来创造？最后 meod 这个字呢，买当代表财富。耶稣讲。你的钱财伫倒位，你的心就伫倒位。咱咧要听上帝，就是将咱的钱财爱寄伫什么所在？寄伫地上有虫、野空来偷来
住，然后插到亚康来掏，迄个钱佫会变薄，伫即个委内瑞拉，贬值钱马上变薄，不管咱是欠台票、欠人民币、欠美金，还是日票，这个钱会价值，有一天有可能一礼拜中间就会改变，迄个价值。但是只有钱财寄伫上帝遐是袂贬值，袂变薄。钱寄伫上帝遐是会增加。所以咱今日这段的圣经，就是今日咱早起所读灵修的经文，申命记第6章。今日咱读这段第6章的经节，就是甲咱讲，上帝甲这百姓讲，恁所要入去的迄个所在，遐个城墙，毋是恁起的。遐个酒，遐个所种的遮个树啊，嘛毋是恁种的。恁要入去迄个迦南地，遐个厝嘛毋是恁起的，拢毋是呢。恁要入去的，有人甲你起好啊，有人甲你种好啊，有人甲你传好啊。迄个就是老年甲蜜的地。同款，咱的信仰要去到天顶的迦南地，恁要去到天顶，讲我搁爱早讲推啊。我搁爱去订厝，去进修，拢毋免。为什么咱会当双手空空去到上帝遐？因为上帝拢甲咱款好啊。为什么咱会当双手空空去见上帝？因为咱已经 made old dunamis， 就是尽咱的力量、气力，将咱的钱财，将咱看作是宝贝，拢寄伫上帝遐。所以你去到上帝遐时阵，毋免大包细包。你敢坐即个 VIP 的头等舱，真飘撇，真帅气，坐飞行机，拢毋免赶行李，着机票嘛毋免涨，上帝敢讲报你的名叫啥物名？猫咪人，好，请入去，就会当坐即个头等舱 High Class 的即个飞行机，直飞到天顶的耶路撒冷。这三支的锁匙，真心、真信。尽力，就是咱要进入迦南地，拢必须的。你爱安怎 live， 互上帝话实码了后，你有回应。然后 nefesh， 就是你的身体、你的性命，用你的性命来回应活出上帝话。上帝互咱的喘气。当上帝甲伊分一口气，伊就成做有 nefesh 的活的人。第三就是 made old。你要哪来加上你家己会当出的？上帝已经互你有耳孔啊，上帝互咱有心啊，上帝互咱有肉体啊，最后就是剩你家己的表现。你要安怎 made old， 换这支锁匙进入到伫上帝遐？这三支的锁匙斗起来叫做听主你的上帝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咧锁集宝游戏，第一支、第二支、第三支锁匙拢锁集以后，这三支合起来，才叫做是听咱的上帝。如果你只有其中的一支，这个听也无完全，阁无够。只有这三支的锁匙拢斗做伙时阵，安尼就是听主咱的上帝。最后听这字叫做Ahavav， Ahavav， 好，咱来讲一解 Ahavav， 好 Ahavav， 好，这嘛希伯来文爱对正面读到倒面啊。听这个字，好 Ahavav， 伊毋是讲咱看到这个代志就意爱，这个字听咱的上帝就是通过咱尽心，用咱的尽心，咱的性命尽力，好，咱 made old， 安尼来回应。听咱的上帝，所以伫新约的中间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的福音段，当有一个经学书来问耶稣，所有的诫命中间，倒一条是上界大的？耶稣回应的，就是这段什码，就是申命记第6章第4节，你就爱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。听主你的上帝，但是伫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，佫加一个尽意，尽意，迄个马可甲路加两个对调，一个是尽意尽力，一个是尽力尽意，
但是呢，伊是将迄个第三 made 佮甲拆做两个。但是呢，伫申命记的原文中间，就是这三支的锁匙。诫命中间上界大的，就是爱遵守这三支的锁匙，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，听主你的上帝。过来第二条是啥物？听厝边，听厝边，毋是听厝边，听厝边亲像家己啊！爱人如己啊！这是写伫利未记，利未记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二条，第二条。所以这三支的锁匙转化做咱的信仰的生活，就是咱爱专立听上帝。第二项就是爱听别人亲像家己啊！所以转化伫咱的信仰，就是咱活出一个听，但是咱会当听，是因为上帝伊大心听人，咱才知影啥物是听。这个听呢，就是通过这三支的锁匙来。所以伫这个寻卖后壁，你要专心，这是台语的，咱今日所读的台语。第4节、第5节，咱来读。以色列啊，要注意听，上主，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。恁着专心、专情、专力听上主，恁的上帝。这是寻嘛。但是后壁6、7、8、9，佫有讲到4项的代志。这个听到了后，你有这三个锁匙，要安怎听别人亲像家己？你要安怎听的生活呢？第6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，着记伫心内。所以上帝的话，你听到了后爱安怎记伫心内？所以咱为什么写落来？等你安尼写的时阵，你会当记伫心内。第7节，咱来读，嘛着温群教示恁的囝儿，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年行，倒地也是起来，拢着念互因听。所以第2项。就是爱温群教示上帝的话，你除了你听到写落来以后，你搁爱温群教示，教示啥物人？对你家己的囝儿来开始，爱互伊明白即个信仰。你的囝儿伊有明白圣经无？你爱讲互伊听什么？你毋是敢送伊一本圣经，上好其实你会当买一本送互你的囝。教伊安怎用，叫伊来写，啊，甲伊讲，你若即本甲写了，我包一个红包互你，伊会认真写。你若愈大包安怎，伊就愈认真。你送伊即个红包呢，其实是祝福互伊啊，毋是迄个金钱，是伊写即本写了后，伊会当得到上帝祝福。所以阮兜呢是对2020年，伫疫情 COVID-19 的时阵。迄阵我就走去册局，每一个人拢送伊一本，然后呢，迄阵伫厝内底，拢袂当出门，所以逐工食暗顿了以后呢，就专家，阮就来读圣经，读了后呢，每一个人拢爱写一段。迄阵囡仔细汉袂晓写，用画，用画的，所以因呢，三个囡仔中间有一个对迄阵写到即仔，还佫有咧继续咧写。但是我是无包红包啦，但是恁嘛是会当，但是即摆有两个，即摆有两个在写，恁嘛会当，来鼓励你的囝，鼓励因，互因什么听上帝话，温群教示啊，然后，即个后壁讲，无论是坐咧、倒咧、起来，拢爱念互伊听，念互伊听，伫和本讲都要吟诵，你就爱。讲，爱唱，上好会当变做是一首歌，变做伊的生命，互即个歌呢，的旋律呢，会当记伫伊的心，袂来离开伊。最后第8节甲第9节，咱佫继续来读。佫伫别伫手年做记号，别伫头额提醒，着写伫厝的门徛，嘛着写伫城门。咱若看犹太人，迄个虔诚的犹太人，伊的额头，有一个细细刻啊，伊真正绑伫伊的即个头壳顶悬，然后伊的即个手臂呢，会用绳啊，安尼绕圈圈，
伊读一届陀螺吼，时阵就洗一箍，绕一圈，佮读一届，佮绕一圈，吼，伊来看伊手愈济，就是伊读的愈济。但是照字面上，吼，讲爱拔伫手的，拔伫头额，吼，然后犹太人的厝的这个门徛进去的门口呢，用一个金属盒子，吼，是金属的，吼，内底一个书卷的造型，然后伊就真正甲钉伫门的，吼，佮来钉车安尼。这是照字面上，但是这所代表意思就是讲，伫你的手的，就是上帝为你驯马了后，你的手爱去做出来。伫你的头额是代表讲，你这个人看到你，你是一个驯马的人，你有在听上帝话，人看到你额头额，就知影你是有在读圣经的人。写伫你的厝的门徛，就知影讲。住伫即户的人，敢咧搭春联共款。住伫即户的人是咧遵照圣经的教示的活的人。写伫城门，代表讲住伫即个城，也是伫即个都市、即个地方、即个所在的人，拢是照圣经的活的人。所以伫美国的美金、钞票、In God we trust， 伊就是印伫伊的钞票顶悬。阮相信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，你就要真心、真信、真力听主你的上帝。这是界面的上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愿上帝帮助咱，这礼拜咱伫小组的分享，你当来分享讲你安怎听上帝的话。你要是属灵的婴孩，还不能够喝吃干粮。好，你拢安怎样来听上帝的话？第二项，好，你嘛当分享这灵修的笔记，好，带互你有啥物款的挑战，也是祝福。好，顶礼拜牧师有参加一个小组，好，听伊在分享这个灵修笔记。好，迄个组的组长呢，就把他的灵修笔记传给每一个组员。好，伊讲咧，好，伊真正嘛是好爱顾囡仔，无时间写，但是伊嘛是尽力来写，好，因为只有上礼拜是1月4号，只要写4天哦，今嘛是1月11号，好，要写11天啦。求上帝帮助咱，好，一天用15分钟，15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这个灵修笔记，一年落来，好，对你所带来祝福，好，是非常的大。咱的24小时内面有96个15分钟，好，一刻，好，一刻，好，96个中间，你是不是当半一刻，好一刻，好15分钟，好来互上帝，好，这是什么？咱甲上帝时间。最后，咱也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当什么专心、专情、专力来听主咱的上帝。好好操练咱这3支的锁匙，用咱的 levav、nefesh 甲 meod， 好好来回应主的话，也祈祷求圣神捏造咱，互咱真做咱后一代信用儿女的信用上介好的典范，温群来教示。好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互阮伫今仔日的主日一礼拜开始，会当过来听你的话。感谢你通过生命记，互阮来听见上帝你的呼吁，就是阮爱斟酌来听，阮爱个用心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来回应阮所听到的话。求主祝福阮，伫今年2026年，新的开始、新的目标、新的方向。新的计划，拢会当来回应主你所赏赐阮宝贵的话语，也求你使用阮的性命，会当成做阮后一代囝儿女上介好的典范。阮会当祝福阮的囝儿上介好的，就是互因会当来遵趁上帝的话，欢喜照主你的话来行，成做主你所使用的器具。伊也要照阮今日所读的《申命记》第6章讲。安尼，阮的后代，上帝你要加添，搁再加添，互阮的囝孙，拢要来领受对天顶所赏赐迄个丰富的祝福，搁要互阮的囝孙，拢要进入迄个上帝早就为阮所准备迄个老年甲蜜的地。
求主祝福伫阮的迦南教会，祝福伫阮每一个迦南的兄姐，甲每一个迦南教会兄姐的家庭，拢会当进入迄个老年甲密的迦南美地。安尼献上阮的恳求甲祈祷，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免。请来吟圣诗285首，圣诗285首，做化神，你伫早时，请去吟全首。请坐，这是咱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恁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。
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当阮今仔日伫主你的面前，阮内心充满欢喜甲感谢，欢喜主你永远甲阮三角伫地，感谢主保守阮出入拢平安。主啊，你伫生命记教示阮讲，咱毋通空手来到主你的面前，着爱照主所赏赐阮的福分，照咱的能力来奉献。主啊，阮知，阮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你来的，无论是阮的性命、阮的身躯、阮的才能、阮所赚的金钱，拢是主你大大的恩典。你赐予阮雨水，赐予阮土地，给阮五谷丰收，伫你所应允的地，阮拢无欠缺。这时，阮将这份至美的奉献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欢喜接纳。阮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也祝福这金钱通用伫主你的国度、教会的事工，用伫所关怀需要、所欠缺的人的身上，归荣耀互主。主啊，求你带领阮头前的路，无论阮伫大家乐，伫什么的环境，拢通记得感谢主、敬畏你，一生跟对主你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。献上感谢、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请坐，这时要请许书成长老来报告。咱报告的大声，先来欢迎头一届来嘉南教会、甲咱三角敬拜的人客吼。头一位是这个住伫迄个林森路的沈桃吼，新德姊妹啊，来，咱欢迎你。咱有一个小礼物哈，好，来，请坐。好，啊，佮有头一届伫咱中间，甲咱三角敬拜兄弟无？好，来。迄个康姐查某囝有转来哦。哦，好，好，啊，迄个庭贤吼，好，啊，佮有啥？哦，对，伊啊，对，目徛徛，大家看一个。伊即摆住伫英国的所在。好。好，来，还是该欢迎一下哈，来欢迎。好，安尼咱来做消息的报告了哈。好，来。第一个是这个敬拜部门的消息哈。伫本主日下晡1点，伫401教室有这个彩绘小组的定期会。过来。事奉部门消息吼，嘛是共款吼。伫今仔日下晡1点，伫401教室有志工队第一次的干部会议，请新任的志工干部准时出席。过来，请小组长为着有需要的组员填写友爱基金春节慰问金的这个申请表，到1月31拜6前交予干事室。过来，嘛是无用部门消息。伫今仔日下主日就是1月18下晡1点，要伫401教室来召开这个牧养同工会议，请各牧区的长老、区长以及小组长来出席。续接咧，迄个青年牧区伫过来这个礼拜6吼，就是1月17礼拜6礼拜，有邀请永光教会的周亚伦传道。要来分享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过来就是三角教会的会友，为着要建堂来募款吼，要来做大碗讲油饭的义卖，若有要购买的，请到伫咱教会1楼的迄个柜台来登记，并且伫即个干事室来缴费，要登记到1月20拜2中昼12点为止。过来，续接，咱要来为着1月生日的这个寿星吼来做庆生。咱为1月生日的，请来到咱头前吼。若是要知讲，咱阁有啥物人有1月生日的吼，咱看咱主播吼。好，来咱遮1月生日的，吼，拢总有61名，吼，咱的兄弟，也是你名无伫顶悬，你是1月生日的，吼嘛欢迎你来到伫台前，咱做来唱生日快乐的歌来甲因祝贺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
咱大家来唱一个黄梅调吼，会晓弹袂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来，咱拍鼓来甲因恭喜哦。好，咱遮有12名吼，啊，咱全部拢总有61名。好，咱来为遮1月生日的兄弟，好，咱来为因来祝福，啊，来为因祈祷。亲爱阿爸，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今日阮会当通过主日的礼拜，伫即个所在，也来为着阮伫1月生日，遮有拢总有61名的兄弟姊妹。啊！伫台前也有12名的兄弟，阮为伊来欢喜，也为因来恭喜，也愿上帝来祝福因，互因伫一年开始，也是因做生日的时，拢有主你的恩典、甲平安、甲因同在，也互因伫一年的中间，互因出去入面，拢得到主你的福气，也坚固因的手头所做的工，特别也享受因有健康勇壮的身体，也有平安幸福的家庭，也互因当得到主你的看顾，也特别有主你的话，加做因脚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阮同齐伫主的面前，献上阮的感恩、祈祷、恳求、甲祝福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！咱拍鼓来甲因恭喜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请回座。啊，伫遮嘛要来介绍吼，就是咱伫过去即礼拜吼，咱有3场的个别礼拜，吼是拜2甲拜6，吼即个周世勋长老，吼诶即个个别礼力量会话甲个别礼拜哦，吼啊即个秀清姐张老娘吼，伊嘛伫咱的中间，吼嘛要来甲咱说多谢，吼感谢咱教会的协助、关心，吼甲带导，吼也愿上帝继续伫祈祷中，吼来纪念，吼请坐。然后还有美智节啊，美智节咱是即礼拜过去即礼拜拜3甲拜4啊，好来举行日念会话甲安放啊，好啊，仪龙节应该是仪龙节有伫遮吼，仪龙节吼伫即个所在，好嘛要来代表即个美智节的家属，好2个后生，一个伫美国，一个日本哦，好啊来感谢咱的教会大家关心，好甲照顾，好啊嘛多谢大家，好嘛请继续来关心，好即个。美智节的家庭，吼，仪龙节的家庭，吼，仪龙节即半冬哦，真辛苦伫陪伴即个阿姊啊，吼，啊嘛上帝甲伊调转去，吼，虽然真紧啊，吼，无拍算遮尔啊紧，吼，但是拢有上帝的旨意，吼，啊嘛请祈祷中间，吼，大家继续来笑脸，吼，多谢，请坐。啊，过来是咱李长长老，吼，咱伫昨吼来举行日念会话个别甲安放吼，啊嘛遮邱王长老遮为族吼家属嘛，徛起来，吼来甲咱的教会兄弟姊妹，吼来说多谢，吼真感谢咱教会，吼的兄弟大家久长的关心甲陪伴，吼啊昨嘛有320几个兄弟吼来参加个别礼拜，吼我毋知影以前有比这搁较济无。吼，但是吼是真感动，吼啊嘛是邱王长老，吼伊安尼所留落来即个信用的卡纸，吼真值得咱来笑脸，吼咱嘛彼此来笑脸，吼啊彼此来祝福，吼啊特别天气寒冷变化，吼咱遮的长辈吼，无手咧压手阵吼，拢会去看大家手小无安尼。结果呢，上冷的呢就是无水的手啊，无记啊无水啊个少年哈，但是这个长辈啊，就爱穿好烧哈，就爱衫爱头有够哈，就爱唔通去寒着哈，所以真侪无来做礼拜哈，无输袂讲你还无来做礼拜，哈，因为我知影咱嘛有参加即个线顶的哈网络的，哈所以哈若是天气较寒的，哈有缘，好咱爱真注意，哈我相信。咱真紧着当拼过秋风长老吼，伊98岁，咱伫中间吼嘛有真侪人会拼到99岁、100岁无问题啊，身体爱顾好用，也愿上帝祝福。以上，是嘞，搁一项咱的周报业一个天品山庄的 DM 互咱来参考伫咱的周报中间。即个是三峡天品山庄因为一个。针对迦南教会的即个特别的即个优惠吼，
到3月底，到3月底。然后伊嘛有提供一个服务，就是讲，若毋捌去过，想要去参观了解，会当到咱的办公室，甲干事来登记，伊会安排车辆，用一台中巴，爱一团，载咱去参观，你若要了解伊的迄个生做啥物形啊，生做啥物款啊，伊会载咱去参观，然后佮甲咱安排，迄个导览安尼，所以你若有兴趣的，嘛会当甲咱的干事来登记到3月底，即个进前，拢有真好的即个优惠，互咱参考。以上。最后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三个来。上主宣有咱，着遵行遮的所有规例，着敬畏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互咱一生事事顺利，得到伊保全咱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申命记6章24、31，上主吩咐咱，着遵行遮的所有规例，着敬畏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互咱一生事事顺利。得到伊保全咱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申命记6章24、30。咱做伙来吟上咏390首，乌鲁天父万福本源，唱诗煞，请陈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唱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稳定，天父上帝慈悲疼痛，圣神的感动，甲恁尽大家三甲之地，互恁会当尽心、尽性、尽力听主恁的上帝，对今仔日到因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倒。咱大家礼拜到这，咱彼此请安，愿上帝祝福，保守咱散会的脚步。